各位馬迷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哋 DWQ 賽馬頻道。等咗成個12月，終於等到馬會越洋轉播海外賽事。嚟緊星期日12月28日，日本中山競馬場將會舉行有馬紀念賽。首先要講下今屆有馬紀念創咗一個新紀錄。有留意開日本賽馬嘅朋友應該知道，有馬紀念賽嘅出賽馬匹係由公眾投票決定嘅。而今屆得票最高嘅係雷麗公，佢以612771票當選，破咗上屆勝局在望478478票嘅紀錄。究竟呢匹馬有咩咁特別？點解咁受日本馬迷歡迎？記得稍後留意我哋 DWQ 賽馬頻道有馬紀念賽日嘅詳盡分析。而家我哋先睇一睇今屆有馬紀念賽嘅16匹優先馬。雷麗公當然係今屆嘅風頭躉。晉天公係近年日本長途一級賽經常聽到嘅名字。博物街3歲身份挑戰秋季天皇想入轎。野田分委贏今屆杜拜司馬經典賽。帝國夢今屆法國凱旋門大賽第5名。健琴高奏今年嚟過香港捧走女王杯。真命新帝跑過法國凱旋門大賽。奧提巴魯曾經來港參與冠軍一哩賽。想知道有馬紀念賽日嘅詳盡分析，記得訂閱我哋 DWQ 賽馬頻道，唔好錯過我哋嘅影片。DWQ 賽馬頻道已經設立會員區，將於每個香港賽日提供投注策略，每個月只需50蚊。仲等？即刻撳加入我哋，收聽我哋嘅獨家猛料啦！多謝收聽，請訂閱、分享、讚好及留言。